这出宫的，毋是老太师，啊那安尼，敢会是皇上伊落去改办的啊？皇嫂，咱即马赶紧来去奏问太后，派人去将皇上请回。我想一定要过会有，行。两位妹妹，这件代志本宫自有道理，要无恁两个先回宫休困。是是。有道是不渡黄河心不死。皇上既然千方百计想要去江南游玩，可是我若倒强甲伊对倒转来，伊必定会心生怨恨。今后同款嘛毋肯读书。倒不如互伊去一逝，回宫了后，伊才会死一条心，认真读书。今夜只好将价就价，互阿爹踮咧御书房困一暗。惠帝太后一定会派人去找皇上，佮再讲，就用也必然会保护圣驾，我也毋免担心。各位大人，请留步，在下即时就要启程了。好，多谢各位，请。就用这位公主是甚物人？敢讲你也捌去救某？皇上，先叩击皇上！哈哈，周卿，伫即个郊外，免这个车多咧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多谢皇上。哎呀，真是难得千方百计，才会当出这个风声，也是要甲周卿你斗阵去这个江南。行，咱即马就会用个搁行咯。周卿啊，你是安怎那毋行呢？皇上。皇上，既然你唔保教，就各行各路，你叫我要创什么呢？皇上是毋敢受用，确实另有苦衷。苦衷？无啊，你到底是什么苦衷？你只有是惊太后甲你怪罪，有担承担，你又搁伫咧担心什么呢？这件代志是无证据，神毋敢妄造。不过事到如今，神只好照明了。周玉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尽管讲啊！
先早就听见风声，听讲刘王四处招集人才，意欲道无不亏。是要回京十步中的时阵，亲像听见两个女子伫咧讲话，所以是愈来愈怀疑讲刘王无反，并为狂热来访。所以，皇上你若离开京城，遐个观察一定会利用机会对皇上不利啊！灵王有即种的野心嘛？是，你即个代志有甲什么人讲过？除了杨太师以外，是毋敢对任何人提起即件代志。太师是安怎讲？太师讲武兵无过，只要暗中加以提防。对，太师说得对，我要替修改一句。哦，无兵无将，哪会用的发兵征讨呢？只是会用的暗中查查真凭实据啊！莫非皇上你是想要？就去，我就趁要来去江南一游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暗中再来查伊灵王造反真凭实据啊！皇上，你安尼做太危险。有卿你保驾，哪会啥物惊的危险呢？这卿啊，你莫搁带这甲迄咯，咱即摆用迄赶路，咱就即摆起啊，就兄弟的相称，满人的礼貌哈。是毋敢。这是王命，你肯违背吗？我从即摆起就要叫你献地咯。臣只敢称皇上一句公主啊。公主，好啦，凊彩你叫。兄弟哪敢甲我保驾到江南嘛？你要甲我叫什么，拢总实在你。行咯，就用。皇上请你的义务，走出京去。是啊，老臣早起一个精神，才发现着我的义务拢去互人甲我烫去。听守桥门的卫士讲，昨暝伊有亲目睭看着老夫出宫去，这毋是皇上，还阁有啥物人咧？若毋是贪杯好酒，要来发生即款代志。老臣知罪，求太后宽恕。凤儿啊，太不应该，哀家苦劝伊诉处，伊也是走，不好，实在太不好。太后，孤恨弟子莫若父啊！先王临兵顾命之时，曾经有讲幼子好义乐园，即马甲伊看起来果然无错啊！社稷重利，若是皇上在外，落日忘忧，不以江山为了，就害了。太后，以老臣有见不如太后，你就下一刀的意志，互老臣亲身带往江南寻访皇上，请假回调，以示老臣之过。娘卿啊，哀家是并无责怪你的意思啊。况且你年事已高，未哪会搁再受这种奔波之苦？多谢太后体贴，老臣虽然是年岁济，但是我的身体也阁真勇健伫的，走一撮江南绝对是无问题啊！夫后，若是派别人去找皇上，就是讲找着，皇上嘛袂听伊的话，不如就互太师去啊。好啦，娘卿，那安尼就辛苦你了。无咯，这是应该，这是应该的。夫后，
新年还阁有一个请求，你着派父母随伴太师前往，一路上嘛有通好一个人甲伊照顾。就以奉孝之愿，年轻。老神在，哀家就收下一道懿旨，命你带领江南，请假回京，尚请赐你一口的宝剑，若有女神节主，宠幸机会，未动军心，免劳性教，就使你先斩后奏，不得有违。老神遵旨。有代志性。崔大姐，皇上现在已经化命自首，进京去了。我知影，文儿早就甲我讲过。你既然知影，是安怎你还袂下手？王爷真着急要得到玉女呢？着急时我也无着急啊。阮姑娘还袂甲我成婚呢，翠某还袂摕到收落以前，任何代志我袂去做。你。婚姻当收落太无理啊！你分明故意是将阮气啊！你对翠某不睬又不理，此事不愿分，我恐怕有话迟。你婚姻为条件是不相情，我心有不甘去难平。条件是王爷亲口讲定，你不甘心也爱应承。玉箫，切莫斗气，无认真啊！崔大姐，兵桥将军是保家臣，上梁对策上要紧。阮问你放手需要几年？翠某一向独断独行啊，劫性家夺玉女，我一人担心。就用那在我的眼内啊，条件是金小啊，哈哈哈，ผู้的好害。你休想！我唔答应。
是我的英雄的作风。你安怎？要答应也唔答应？答应，我唔答应。好，就今日起，连王的代志跟我无关。这个囝，你看，规个代志拢变甲呢。你呀，金武林中，是一位崔艳云的武功，会当甲我旗鼓相当。我袂用的露面，也只有靠伊去王爷办代志。为着你，伊唔肯答应。哼，王爷会先处死你老爸，然后再对付你。你呀，这大家已经走的代志，我求你，你千万禀明伊王爷，大事我会负责办好。你袂用的，失败你死是事小，连累王爷死多。虽然我的武功不如伊崔艳云，不过我会谨慎安排团队，共款伫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完成任务。死在周勇的手头。我希望你代替我要求王爷饶恕阮阿爹的性命。玉筱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若是谨慎小心，周勇绝对袂看出你的破绽。而且，还佫有我甲你呀，陆准，阮三个人拢会暗中来帮助你，你做你放心嘛。我来开门。阮讲，朱修甲周勇，即马拄好向花家行去，离即个客栈无偌远，你紧去啊！玉筱，伫遐尼侪人的所在下手，绝对袂有问题。朱修是生做啥物型的？我是要安怎样认伊呢？真好认，因为伊的面貌甲崔艳云
是一模一样啊。公主，有所在你袂用去呀？是安怎袂用去？这条街上大个愈是妓女，妓女真好啊！我来江南，专程是要来看风尘的美女啊！公主，你去？哎呀，周勇啊，你是有去看到迄个江南美女严肃迄本书啊无？你就是无看才明白，迄本书记载迄古代什么名妓啦，亲像那什么苏小小啦，杜秋娘啊，因拢住伫咧这个江南咧。主，你听我讲，内面遐女主哪会用比你古代五毛相传的名花呢？啊是安怎样袂用咧比的？公主，好啦好，迄江南美女个个美貌娇俏。你家己嘛是先认过，你若唔看吼，你住喺遮等，我家己再来。公主啊！哎呀，公主！